大家好啊！又嚟抽英雄學院啊！得51粒。係啊，得51粒咋。今日有請仔仔出場。我哋今日要抽嘅就係綠谷爆豪。爹哋。喂，唔好照出。爹哋。一人抽下，一下。我要爆彈！爆！我要綠色、紅色、綠色、紅色、綠色、黃色、綠色、橙色、綠色、橙色。幫我撳一下呢度，橙色、綠色，爆彈先。首先要拉爆彈，我哋要爆彈啊！爆嘅，冇咗啦，膠紙啊！首先要過第一關，爆彈先有機會出嗰隻嘅。係咯。好啊，到哥哥啊，拉一下爆彈先。握手。握手，係啦。綠色、橙色、綠色、橙色、綠色、橙色，爆彈。耳朵人，唔要啊！再嚟啊！我又出嚟。爆！又係膠紙人啊！到邊個？到啊！膠紙人啊，呃錢㗎！先啊你！嚟啊，用力！膠紙人啊！橙色、綠色、橙色、綠色、橙色、橙色、綠色，綠色啊！到哥哥，橙色、綠色，你要爆！爆彈！哎，有啦！橙色、綠色啊！你又爆啊？中多隻一樣嘅都得㗎，中多隻橙色。但係要過第一關要爆。係首先要爆先，哥哥好幸運啊！今日冇啦。可以玩啊！好嘢！多謝大家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係啊，呢個有2隻啦，可以玩啊！好好啊，光招到都有啦，可以玩啊！全部都有啦！做乜嘢？要嗰隻咯，要佢嚟玩咯，好勁啊！最勁 No.1 第1位，所以要中佢先可以玩得好玩啲咯。哥哥好勁啊！今日運氣一支棒，拜拜大哥。